台灣嘅全民健保今年4月下調支付俾藥廠嘅藥價，節省折合近12億港元。但有外國藥廠因為利潤下降而撤出台灣市場，令到部分藥物出現短缺嘅情況。有藥劑師認為，如果藥廠持續撤出，長遠會損害病人嘅用藥權益。許澤恩喺台灣報導。Liz 喺9年前確診一型糖尿病，一直用緊法國製胰島素諾和瑞。不過呢一隻藥喺年中開始缺貨，佢7月唯有轉用其他藥廠嘅胰島素。當然是很驚訝，因為我打了這麼久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胰島素居然會缺貨。因為我覺得政府應該很清楚，我們第一型糖尿病只要沒打胰島素就會有生命危險，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居然可以缺貨。Liz 之後轉用由健保提供嘅另一款德國胰島素。佢話新藥唔夠舊藥好，如果用開嘅藥恢復供應，佢就會換返舊藥。最不適應的地方應該是，我覺得這次打起來比較痛。我不怕痛，是覺得還好啦。但是我們每天就要打3針以上了，然後還要再承受這個比較痛的感受。台灣實行全民健保，民眾可以用較低廉嘅保費，就確保睇得起醫生、買得起藥、住得起醫院。喺制度內，健保處每年會進行市場藥價交易調查，直接同藥廠談判，調整支付俾藥廠嘅藥價。如果藥廠覺得無利可圖，可能會退出台灣市場，停止供應。今年4月嘅調整就下調咗3150項藥價，加價嘅就有34項。截至今年9月，已經有47款藥申請退出台灣市場。有藥劑師代表話，胰島素缺貨同健保降藥價有關，藥廠會傾向先供應俾藥價高嘅地區，即使同一款藥有相似替代品，佢嘅藥效未必完全一致。有時候原廠退出台灣，對於少部分人，他可能要吃原廠，因為賦形劑的關係，它才效果比較好，它的用藥權益確實會有影響。近年台灣當局推出優惠政策，鼓勵藥廠開發非專利藥，減低對外依賴，同時節省健保開支。原廠要當它專利期過以後，它要退出這個產品要退出市場，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啦。基本上在台灣的這些製藥科技的技術是可以跟得上這個所謂世界的規範跟潮流。沈麗娟又話，要求藥廠提前半年通報將會退出市場，能夠俾政府因應藥品供應情況預先部署，以避免藥物短缺問題。廣播新聞網記者許澤恩喺台灣報導。